大点点，我们等于什么了呀？这是别甚至说差不多。那么，今天先要问候大家扎西德勒。那么昨天呢，讲到了米居多杰妙行自传当中的第7个妙行，也就是实践下士道之法的这个内容。还有呢，第8个妙行，也就是实践中士道的方法，这是今天会讲的。那么第7个这个妙行实践下士道之法的内容呢，的颂文是什么？嗯，大卡上书本能信给，大就像昨天提到的，主要的科判有2个部分。第一个前行的部分讲过了，第二个正行的部分，也就是实践3士道之法。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又有3个。首先呢，是谈到了下士夫的修持的方法。那么颂文是：了知所受之苦，乃我恶行之果，故而此生怎会有所造作？任何前中后俱全之不善业道，此为我妙行之一。那么这一段的大意的部分，昨天有解释过了，今天呢再简单讲一下。在米居多杰他所撰写的一个教研当中写道，那么这部教研呢，我后来在阅读之后，我发现它可以说就是妙行自传的一个意义上的一部注解，不是文字上逐字逐句的解释，而是一个大意上的解释。那么这部著作当中写到说，在第6个妙行的时候，提到要皈依3宝。所以米直多只是里说，在这部教研中说除了这个教导这样子止恶行善法道的至尊的3宝之外，其他的皈依处上呢是看不到这样的法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其他的皈依处那里，他们呢那些皈依处并没有看到关见到这个轮回是无始的。然而佛陀呢，他关键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轮回呢，所以他们不知道说这个轮回是无始的，所以因此他不知道说这当中什么样的善因得到什么样的善果，什么样的恶因会得到什么样的恶果。然而呢，佛陀呢却能够如实的看到这样子的因果的道理，所以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这个轮回呢，无始以来我们就不断的在当中投生。然而呢，这个轮回的本质它是远离了生住灭的，但是我们却没有了解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明白轮回的实相是什么。
所以我们升起许多的错乱，有很多的这些分别妄念升起，所以也因为这样的错乱，这样的妄念，所以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那么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众生相互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母子的关系，有的时候是父子的关系，那么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生生世世当中角色会不断的互换，所以从这样子的从正向的角度来看，就像母子、父子这样的关系来看，那么是相互照顾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可以说我们跟众生是有很紧密的一种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反而是以怨报德的话那么这样去对待其他众生的话，那么这样子伤害众生的一种果报，它是不可思议的痛苦的。甚至就以今生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譬如说，哪怕只是有一天，我们只是睡在一个这个不舒服的这个床上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整晚都睡不着，光是这样子就很痛苦了。就是一张床不够好，你睡不好就很痛苦。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更不用说，那么我们对于众生的伤害，或者众生相互的一种伤害，那么这样子会得到的痛苦是更多的了。所以我们常常为了今生的小小的这种快乐，或者一些渺小的一些财富快乐，然后却造作很多的伤害他人的一些行为。从因果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心中要记得不应该这样伤害众生，是不可以，这样是不合理的，伤害众生是不合理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然后一生当中你都把握住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尽力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做到不去伤害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在米支多杰的这个叫做教授传记的一个教言中有提到。那么回到我们自身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不用说首先我们不用说那些非佛教徒了，甚至很多已经进入到佛门的，比如说是说自己是出家人的，或者说自己已经学习了很多经论佛法文思很多，了解到因果了，甚至呢能够具备正念觉知等等的，这样的说自己是智者，是大德，是贤者的人。但是呢，大部分他们这些人在真正的实践要这个断除害他、伤害他人跟积极利他的时候，如果面临到了一些挑战和逆缘的时候，他们却常常会说这个错不在我啊，我是不得已，我还是没办法，我造恶这是不得已的，不能怪我。要怪呢也是怪呢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或者是时间刚好就这样，或者是那个人的一个错误，所以总是呢把责任推到了其他人的身上或者其他的东西上。但是这样的行为呢是很不合理的，因为你是完全等于说不顾你未来自己生生世世，而是完全被今生这种短暂的快乐所蒙蔽。举个例子来说，这像什么呢？我们常说
我们不是在这个鱼钩上面会有放一个诱饵，放在这个水里面的时候，鱼群呢就会围绕在这个鱼钩这个诱饵旁边，然后就上钩了。同样，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这些诱惑、快乐，它其实就像是那个诱饵是一样的。为了这个，我们却舍弃了、糟蹋了自己的生命、性命等等。那米居多姐她是怎么样做的呢？她怎么样想的呢？他今生呢，就算是得到天人的快乐和受用，他也不会为了这样要得到这个的目的而做出违背佛教的行为。今生呢，就算遭遇恶道的痛苦，他也不会为了避免这些痛苦而做出违背佛教的行为。举个例子来说，就像是有毒的食物，吃了你知道会死，所以只要是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一个普通人吧，他都会知道说，这是有毒的。就算这个食物它再美味，或者它再饿、再饥渴，他也不会吃这个有毒的食物。同样呢，自己和他人无论遭遇再大的这些逆缘，他也都不会舍弃佛法。米觉多杰他会很切实的、很仔细的做到这种止恶跟行善。所以因此呢，有一些那个比较袒护噶玛巴的人偏心噶玛巴的人会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尊者啊，就是米觉多杰，他呢对于这个因果是如此的这个仔细、锱铢必较的这样子仔细的，除非呢目的是为了他人吧，不然呢为什么要这么做？您可是这个佛陀的化身呀。很多人这样子跟噶玛巴说，对米觉多杰说。当时呢，米觉多杰说呢，他怎么说呢？他就说我呢，完全没有自信，说自己就是这个佛的化身，他不敢说自己就是佛的化身。我今生能够得到噶玛巴的名号，不是因为我够厉害，或者说我的证悟有多高。我能够得到这样的名号，是因为历代噶玛巴和一切诸佛的事业的加持力所致。举例来说，如果有某一个僧人被命名为佛，我们都可以这样嘛，为他取个名字，就叫做桑阶，就叫佛。那我们说这样子，也就是一个佛陀的事业，他得到了佛陀的加持，可以的。但是呢，那个人不会因为得到了佛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成佛了。那个人还是要对因果要很谨慎的，不因为他得到这个名字，他就能够轻忽因果的。同样，米觉多杰做完比喻，他就说：“我呢，现在呢被困在这样子的一个五蕴身当中，然后面对这些生老病死的束缚的时候，你们却告诉我说，看到这样我是这样一个情况，还跟我说不需要止恶行善，还说我不需要止恶行善，这样说话不是太奇怪了吗？那么。”米觉多杰他自己是怎么样去实践的呢？举个例子来说，米觉多杰曾经说，
他说之后呢，萨迦派、直贡、噶当派、大手印行者、格鲁派等等哦，他们在佛法的这些讲说的演说的方式上呢的一些不同，所以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这就造成很多人呢的这种偏私的宗派之见，结果呢，他们因为这样子偏私宗派之见，舍弃了自己的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跟密乘戒，结果呢，僧人呢都投入到战场，甚至呢毁坏这个三宝的所依，然后僧侣之间呢还相互的杀害，然后还抢夺他们的这些财物或者是施主等等，所以造作了非常非常深重的这些恶业。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完全可以说彻底的毁坏了佛教。那么症结点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造成这么糟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这种宗派之间的争论和批评而产生让佛教彻底毁坏。所以如果真的对佛法有信心的人，当你看到或听到什么地方有发生这样的这种恶行的纷争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这是密觉多杰有这样的说法。另外呢，他还提到说，有些人呢听到萨迦派兴盛了，他们也就很高兴啊，随喜啊。但是听到格鲁派兴盛了，他就是这个很不以为然，很说是漠视啊。那他兴盛他家的事，这样的行为根本是违背了过去的祖师的这种实修供养的一个方式，这根本就不是这种过去祖师的实修的方式，实修供养的方式。因为过去来讲，各个宗派之间会相互供养的。比如说我们在念上师传承祈请文当中，我们的上师里面供养上师的时候，有萨迦的，有宁玛的，有格鲁的，都有的，不是只有噶举的。所以他接着说，密觉多接着说，如果目的是为了人天的善果和究竟的佛果，并且做到止恶行善的无误善行的话，就算他被称为叫做外道，他的名称是外道，但是他内在却是一个真的佛教徒。但如果呢，他是止善造恶的话，那么无论他称为叫什么，就算他也被称为叫佛教徒好了，但他骨子里呢还是个外道。所以呢，我们这样子轻率的把人做分类，然后这是我的人，那是他们的人，这是我的宗派，那是他的宗派，这样去分类的话，然后还打着这种说这是修持正法的一个名号的这样的作为的话，那么这就跟这个现观庄严论当中所谈到的造了这样的4种业就是其实造作的就是这种4种这种恶业的。所以这都是在密觉多杰他的教言当中。那这种教言就是指说他直接对他的弟子去告诫的这样子的文字。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看到我们说佛教各个教派之间不和睦纷争
各种这些问题的原因都是什么呢？都是因为我们这种对于外境和自心的一种执着，因为这样的执着，我们升起了贪婪的心，然后嗔怒的心、傲慢的心，而造成有各种的纷争。所以米觉多杰他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在康区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个袒护或者说这个偏向噶玛巴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后来也变得很有权有势，也有财力，然后自然的他们就做出很多这些伤害别人的、伤害他人的一些恶业哦。米觉多杰知道这个问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就离开了康区，前往到工部。到了工部之后呢，之前也有提到，米觉多杰到了那边之后呢，他就可以说解决了很多，调和了很多这些战争或者双方的这种不和。那么听起来这是很好，但实际上呢，结果身边的人呢，还是造作很多的恶业。这时候法王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这时候他只好又决定离开工部，到了卫藏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又选择到卫藏地区呢？是因为当时卫藏是有还有国王的，所以当时的王法呢，当地的王法是非常严的，所以僧众在那边就不敢造次哦。所以米觉多就觉得到那边比较好，所以他就到了卫藏。不然其实当时卫藏地区也没有人请他去，是他自己要到那边去的。当时有些人也在抱怨说，没有人邀请你，你自己去，那这不就是落地身份了吗？总之有很多人还抱怨。总之米觉多就不管，他就到了卫藏，而且是到了卫藏那里的一个没有人烟的这样的地方，像是一个山谷里面去居住。总之那些对于出家人很恭敬的，或者说对于佛法很尊重的这样的地方，能够到了这样的地方，自然就很容易得到供养。有了供养，就会有贪心、嗔心，各种这些念头会发生。有了贪嗔的这种问题，就会有纷争。所以呢，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呢，法王米觉多杰他们师徒就又搬到了一些不太恭敬佛法的地方，然后供养这些比较少的地方去。但是到了那样的地方去之后，如果再装的太示现出一个持戒精严清净的一个外相的话，就是实际没有这样的修持，但如果还外在装模作样，装出这样一种有戒律、持守戒律的样子的话，那么这时候可能民众呢又会这个信仰哇，看起来他好庄严啊，又开始想要供养。那这种呢的供养可不是好的，这种叫做邪命的一种供养，因为它是装模作样的这样子所以呢，为了避免这样一个错误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所以他所以他不让他的僧人呢很装模作样的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样子但是他制定规矩，禁止周围的人饮酒食肉等等，然后避免他们这种装模作样的造作的这样的恶业。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噶玛巴的师徒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头了，太粗暴了。然后他们的行为真的跟世间格格不入，所以那些人就说：“你看吧，就因为这样子，
你看他们这群人，高玛巴这些师徒哦，他们什么权力地位都没有，然后呢也没什么财富，很多人这样说。同样呢，过去来讲还有一种传统，就是像很多这种大喇嘛或这种像宗教领袖，他们常常会带着很多广大的眷属眷从啊。那么传统呢就会需要宰杀跟役使哦很多的这些牲畜，因为这位大师宗教领袖他带的人非常的多嘛，所以他如果到了某个地方去的时候，当地的人对他很有信心，那么就会供养他供食嘛。那么供养食物的时候，就必须要宰杀或很多的动物。但当时米居多杰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啊，这要杀这么多的动物，所以米居多杰无论到他自己，无论到任何地方去，他都很善巧方便的就断肉跟吃素。但是呢，那个公布地区啊，因为当地的一个可以说他们的传统吧，所以他们是很没有办法吃素，没有办法断肉。尤其像公布，就刚说公布还有抢汤这些地方呢，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这些，他没有吃素的这些环境条件，所以呢，他们只能吃肉。所以后来呢，米居多杰也不太常去公布跟抢当这些地方。他不太前往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到了那边，他们要供养食物嘛，那大概又会要杀很多的动物，所以就这个原因，他很少去那些地方。同样，之前也有提到过，在威藏的这个地方，因为第7世法王的时候，还有第4世下马的时候，就是这个黑红宝冠，他们的势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有图谦这样的寺院，然后在羊八井还新建这个寺院，图谦的寺院。那么结果这样的一个举动，让当地格鲁派的僧众们就是升起这种猜疑的心啊，他会不会抢了我们的供养啊？所以结果噶举跟格鲁的僧众之间在当地就闹得很大，闹得非常不愉快。那么米居多杰就知道症结点是什么，就是拉萨这个图谦的这个寺院。他知道说，就是因为这个图谦的寺院，而当时魏地的领主就是叫内东巴，他就把这个寺院就送给这个内东巴，但是呢，那个内东巴好像他也没接受，所以更没人管，所以最后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更不用说有僧团了，连这个看门的人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寺院就年久失修就是连上面这个都滴水了，然后就破烂不堪了。这是米居多杰还在的时候他的这个寺院就变成这样子。那么当时很多这个偏向噶玛巴、袒护噶玛巴的人就很不高兴当时第7世法王建了这样一个拉萨，建了这样一个寺院，第8世法王你竟然管都不管，结果还连开门的都不放一个，让他就这个变得破烂不堪。那所以他们非常的不高兴。其实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我们大概也是很难以接受。但是呢，法王自己、米居多杰自己，还有和他比较亲近的这些人们、这些僧众们呢，他们呢都知道，都因为可以说摆脱了这样一个痛苦和纷争的来源所以觉得松了一口气就法王觉得他这样让这个寺院破烂之后其实松了一口气。所以其实从过去看到现在，这些违反戒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升起嗔心、贪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争论这个位置的次序和法座的这种高低而犯。
那么在过去历史上来看，像是在元朝跟明朝的这种时候，也就是萨迦派，在那样的元明时代呢，这个萨迦派和噶玛巴的这个地位是相当的，都是很高的。之后第五世观音尊者的时候，噶举派才比较这个视为。那时候第五世尊者才说，不要把这个噶玛巴地位放太低，应该跟萨迦帕放在一起。但无论当时在元明时期来讲的话，地位是相当的，萨迦跟噶玛巴。但是元明之后呢，萨迦派就不再像以前这个蒙古元朝那时候那样的受到重视，但是噶玛巴呢，还是受到很大的恭敬重视，一直到第10世噶玛巴。那么也因此呢，其他派别寺院的一些上师啊、僧众啊，就不太高兴。他们会说：“那我要去见噶玛巴是可以，但是我见噶玛巴的时候，我需要帮我设一个高的座位，高的坐垫。而且如果我向他礼拜的话，他也要向我礼拜的。过去的传统嘛，就是我向他礼拜的话，他还需要回礼的，等等，那很复杂。有的时候，有些人你是必须要站起来的，不用拜；有的时候是你要送我一个哈达，那我就要回你一个哈达。这是第二个，就送哈达。那最尊贵的时候就他拜我，我也要拜你，两个要一起拜，这种是最高层次的这种接待的礼节。但是这些人会说，那我去见他是可以，但是呢，他可要帮我设一个高的坐垫，而且我不要对他礼拜。但这样的很多说法，噶谦的人就很不高兴啊，就开始总之争吵就这样开始了。但是当时米觉多杰呢，他为了可以说跟和睦相处吧，然后还要止息这些纷争哦。就算他人呢不向他礼拜，然后为他设法座，他也还是会接见。那他这样做了之后，他身边的人很多人就说：“哎呀，有些人是赞成，有些人是说好的，有些人说不好。说不好的人就说这样的这一个作风哦。”有损于噶玛巴的尊贵和威势，他完全把噶玛巴崇高的这个威望都拉下来，都落低了，太惨了，整个法教都被他毁掉了。但也有些人说，从好的方面来说，他说噶玛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他为了度化众生而来的。所以就算那些人不对他行礼，还帮他们安排坐垫，但他反而去对那些人礼拜，还为他们安排座位的话，表示恭敬的话，那他反而能够摄受到那些人的。总之，无论是褒还是贬但他们其实都不知道米觉多杰真正的想法，他的性格，他的想法是什么呢？譬如说，有些人如果刻意来他前面来挑衅如有时候来抢风头、来挑衅的人，但他这时候也不会刻意的就放低姿态同样的，他也不会对这些来挑衅或抢风头的人说赞叹他们的话，也不会。但是如果来的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来见他的话，他反而对他们会更好。总之呢，他会行这种中庸之道，他是很有原则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样做呢，就是因为看到过去萨迦跟直贡的这些宗教领袖们
很多相互有这样子的一些争论哦，我的地位比你高，你的地位不如我。总之，相互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些纷争哦，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对立跟纷争，也造成了佛教的很大的一些问题。他觉得这是必须要停止了，不应该再这样做。同样的，在他的一个这个著作当中还这样提到，那里面写的很特别的一段内容。这是第八世法王以前的噶玛巴，当时的萨迦法王啊，当时的宫殿叫做萨迦喜透宫。当时呢，他们并没有写信给法王的这种传统，但是呢，米觉多杰说：“我收到了萨迦法王，是萨迦喜透宫的一个信，甚至呢，里面还用到了一些恭敬的用词，就是用词呢非常的恭敬。那我自己呢也感到真是很幸运，因为呢，这些大人物他们是不会随便这样子写信的，他们一定是有原因的才会给我写信。所以很多连萨迦法王都对我这样子写信恭敬，所以当时很多人呢也都对于我这个礼拜跟恭敬。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不太高兴，就是这个嫉妒。他们会说好，我会来见你。对噶玛巴说，我要来见你。但是呢，当我见你的时候，这个你可要对我礼拜而且也要帮我安排高一点的坐垫啊。他们会说什么原因呢？他们对米觉多杰说，因为我的哥哥在世的时候，你的前世有拜过他。他们还会说，同样，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太太、我的妈妈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等等，你的前世都拜过他们，所以呢，你现在第八世法你也要拜我。如果来见你的时候，你要拜我。他这样说。这说这话的人是谁，我倒没有记录。总之是有人这样子跟米觉多杰说，米觉多杰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这个说法不对啊，没道理。你所说的前世是指谁呀？你说我的前世是指过去历代的法王吗？噶玛巴吗？如果是的话，虽然他们利益众生，会有很多视线，会做很多事情，也可能会礼拜别人，但是一般常理来说，噶玛巴是这个说是佛的化身啊，他是不会礼拜这种一般凡夫众生的。如果佛陀礼拜了一个俗人的话，那么这就是违背因果了，这是没有天理的一件事。所以你说的，不然你说的我的前世拜过的话，是指说我自己凡夫的前世的话，那我也不记得了，因为我凡夫法，我也不记得我有拜过，那你也应该不记得我前世有拜过吧？就算是记得的话，那无始以来我拜过你，你也拜过我，互相我们都有拜过啊。所以为什么只有你来见我，只有我要拜你呢？甚至呢，有可能你的前世还拜过我家的看门狗。所以你到我这见我，那你应该先拜我的狗，不是吗？那当然我可以给你高的坐垫的，没问题的，等等的，我也会恭敬的给你写信的回信的。但这米觉多杰说这些以上说是开玩笑的。总之呢，他就是这样一段话，米觉多杰对其他人讲到这样一段事情。
这只是一段玩笑话啊，米觉多杰自己说的玩笑话。但真正的严肃一点来说，就是米觉多杰在他这样一个行持本身中有提到，在西藏呢，过去的这些大师们哦，在这种礼仪上、相互的礼仪上，还有座位的安排上哦，等等。那么过去呢，有很多这种因为这样子的安排不好，或者因为这些而造成许多的纷争。举例来说，这个达洛桑耶雅泉，这是很著名的一位大师，应该是建立祖庭马堂这个祖庭的，他是达隆嘎觉很重要的一位上师。那么达隆桑耶雅泉呢，当这个冈巴巴西去见这个达隆桑杰雅群的时候，当时达隆雅群应该是住在一个山洞里吧，所以呢，他就把冈巴巴西落在山洞门口外，也根本没为他准备这个垫子。结果呢，冈巴巴西呢就有点生气哦，结果他背对着这个洞口坐，他就不肯面对这个洞口去坐，有这样一段故事。还有在那点萨梯寺呢，这个乌金巴呢，大成就走乌金巴呢去见这个坚阿扎巴也谢。那么当时大概也没为乌金巴准备太好的座位，所以呢，乌金巴大师呢，他本来就在大礼拜嘛，在礼拜嘛，结果呢也不拜了，因为看到没帮他弄好安排好的坐垫，就是开始跑过去吵架。所以过去和米居多杰就继续说，他说，所以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的这些大师哦，那么其实呢是为了这个调伏弟子，或者去看这个调伏的程度哦，所以而做出了有很多这样的视线。所以总之，他这里米居多最后说，我要还是要恭敬礼拜这些大师们。换句话说，就是说过去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了。他说，那现在也是会有的。总之呢，有这段可以看出哦，过去的这些祖师们，他们也有发生这样因为座位排序而有一些纷争，所以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这些纷争都是不好的。那大师也有这样的视线，但是呢，如果是嗔心、贪心这种负面情绪上的争吵的话，而造成的纷争，这种就不好了。那么在恰美山居法里面也有一段提到，那首先呢，他恰美人这就提到这样一个座位的安排次序，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西藏，那么恰美人这就提到，当时呢，这个中国的皇帝或者说元朝、明朝这些皇帝迎请这些噶玛巴或者大师们到这个中国去的时候，会给予他们赐予一些名号，然后给予安排一些座位，然后会给予这个这个玉玺，这时候才开始有这样子的，在那之前以前是没有的。像是马尔巴、密勒日巴会冈波巴大师，还有像杜松前巴、职工、周巴、大龙、汤巴，他们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座位的这种或者这种地位的分别吗？没有的。甚至这里有一位大师，他据说他有很多出名的大师，有5500多位随从。当他在说法的时候，那么帕木主巴连个这个皮的坐垫都没有。那么
那么在按照律典来说，其实安排座位应该是按照戒腊来分的，不是看你的族姓、看你的年龄的。当然，在密序来讲的话，是看谁的政务高升可以坐在上首。除此之外，不应该依照这种世俗的称谓或名号而安排座位的高低。那么在大僧院里面，因为有很多的僧众，所以会有一种叫做快速行列的这种排法，就是怎么安排呢？就反正说全部都先在门外等着，那突然一开门呢，看谁跑得快，就谁就坐在前面，就谁坐在前面，就叫快速的这种入列方式。似乎在律典当中有这样子，没有具体的这样子的文字，但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概念或者一个种子在那边，所以后来衍生出西藏这种快速入列的方式。总之呢，后来才有这种按照名号地位，然后是坐在上首或下面的安排。之前有一个藏那巴，他是这个我们著作辩论的 Chaba Chökyi Sengye 的弟子，他有4大弟子，这是其中一位。藏那巴尊智 Sengye， 他是一位他是很有智慧的、很博学的一位智者。有一次呢，他到了一个佛学院当中，那么当时因为大家都在辩经嘛，然后他也没有帮他安排一个。他找不到座位，更不用说上面，只是在最后面的一个座位。但当时他内心大概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感觉说，我毕竟还是个有学问的人，你帮我安排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在看不起我？结果隔天一早呢，大家还没有集会的时候，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牵着一只驴子，把它披上这个三法衣，然后呢就绑在这个大殿的门口。天亮之后，大家一来上殿嘛，一看，怎么门口绑了一个穿了法衣的披上了法衣的一个驴子？那个藏那巴就那个人就说，他就是因为他的声音，那个驴子的声音蛮好的，因为他声音好，然后他衣服你看穿的多好多庄严啊，三法衣，所以我才把它放在前面。所以他这是有他的意思的，因为呢，坐在上首的呢就是维诺师嘛，他其实在暗骂那个维诺师，声音好嘛，然后他衣服也穿得很不错嘛，所以才坐在前面。所以他只是在骂那个维诺是只驴子。所以如果他都能坐在前面的话，那驴子也可以坐在前面嘛。所以有这样一段故事。所以总之呢，在藏传佛教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座位的高低的安排，其实是之后因为跟这些元明的这些皇帝的关系才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座位的安排，高低的安排。以前的话是没有的。总而言之呢，法王米觉多杰呢，他因为自己去可以说制止了跟消除了各种这些制造恶业的这种强大的续流和这种习惯然后等于说他帮助很多人可以说止息他们的这样的恶行。所以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出家人、在家人，那么都停止造恶，然后积极的去行善。
所以就是在米支多杰的这样的指导之下影响力非常的大。这就像大般若经中有提到说，不退转菩萨大菩萨呢，他自断十恶，亦令他人断除，同时会为他们演说断恶之善等等。同时他对这种断恶呢，他会赞叹，然后也为他们给予顺缘，帮助他们断除这些恶行。所以米支多杰也是这个样子，不用说其他了，光是米支多杰的他的开示和教导之下啊，当时好多的人都停止杀生，停止这个偷盗，然后愿意信守承诺，然后呢诚实的经商。很多人在他的开导之下，然后放生然后兴建寺院，或者说兴建这种三所依，同时很多人发愿承诺说不伤害僧团，或者说发愿断肉吃素，或者说发愿持守观音斋戒或八关斋戒等等，或者发愿持诵六字大明咒一亿遍。还有之前记得提到这个黑宝观仪式的时候，历代噶玛巴在那个法会上都会要希望参与的人呢发愿要持咒啊，或者说发愿要行善。总之呢，因为米支多杰这样子的教导，将他们的恶道之门都关闭了也帮他们开启了善道，投身善道之门，最终得到佛的果位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大师的传记真的相信信受的话，真的会得到很大的利益。不然我们常常都会是不值得相信的，我们却迷信，然后真正应该值得相信的呢，我们却不好好的放在心里。比如说我们的脑子里常常记得的都是那些贪心嗔心的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故事，这个上师他脑子里都是这个，结果他传下来的告诉他的弟子也都是这些内容，可能都说不出来，传不出，无法将这种止恶行善的内容传承下来。反而记得的传承的上师会老师告诉弟子都会说那个位置要怎么安排过去你看我们的位置是坐在那么高，你看现在呢位置是这么的低下，总之等等讲的都是这一些。但是真正应该要传承下来的，真的听到会让你感动流泪的这些大师的这些止恶行善的故事，他们的心意，我们却说不出来。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看清楚，认识到这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上师的传记是什么，然后对于那一些总是在讲这种纷争，然后或者说要地位高低，然后或者批评其他的祖师的这些的文字，我们不要去理会，也不要去相信，这是很重要的。好，就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那接下来要讲第8个这个妙行。这第8个妙行呢，就是实践中士道之法。颂文是：若非彻度生死之害，任凭三界之余，喜悦富足总是无常，故而时时思量，遍虚空众生何时方能从三界轮回中永取解脱？此为我妙行之一。那么在米觉多杰的这个一部著作当中提到，那大意是说，那么在前面有谈到因果，也就是
下士夫最主要的修持，就是要能够注重因果，正确的止恶行善等等。那么同时呢，也提到注重因果的时候，那么不要伤害他人。那么所谓的不伤害他人，那么只是不，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说，只是我们不去伤害众生，众生就能够不受到任何伤害了吗？并不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众生的内心中还有业跟烦恼，这个是真的伤害他的最主要的东西。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真正的症结点在哪里？这个要断除的伤害的根本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自心上的业跟烦恼。那么烦恼可以说就是你的一种动机，但真正的实际的作为就是罪业。所以如果不造作罪业的话，那么就算是三界的一切的恶人都结集起来要对你制造伤害，你也不会受到伤害。同样，如果你自己没有造作投入到轮回或恶道的这样的恶业的话，也没有人能够让你伤害你，让你落入到轮回跟恶道。所以真正伤害我们的，能够伤害到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心当中的这种执着有一个我的这种我见等等这些烦恼。但是呢，直到现在，我们心中的这些我执，我们却不知道，原来问题是他是真正的敌人，是真正伤害我们的人。反而呢，把这样子一个我见我执，那当成了一个亲人，甚至言听计从，他怎么说，这个我执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呢，我们让这个自我呢变得这个好像变本加厉的更严重了。最后呢，你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我见我执，所以造作了各种的业。所以因此可以说，从三油顶以下到无间地狱以上，甚至的住处的所有受用的东西，那么都会遭这个末劫的水火所摧毁。但是呢，这种末劫的劫末的这种大火大水也没有办法摧毁我们轮回的这种延续。所以真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必须学习怎么样去断除这样子轮回的根本，斩断这样的一个续流。方法呢，就是知道四谛，苦集灭道四谛。苦谛呢，像是疾病；集谛呢，像是这个疾病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对于四谛哪些是该取，哪些该舍等等的内容要有一个了解。那么佛陀在哪里有提到这样子的四谛取舍的内容呢？其实在三乘的教法当中都有提到，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学习的。
当我们在做实修修持的时候，只是口上说啊，我要这样子修，或者只是一种概念上，要修行的这样一个概念是不行的，而是你真的要有一种急迫性，要有一种感觉上去修持。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有一只毒蛇突然跑到你的这个怀中，你会马上要把它甩掉丢掉。同样，你的心中也有这样一条毒蛇，就是你内心中的刚刚谈到这种我见或者我执，所以你要马上把这种我见跟我执啊，还有这些烦恼马上的消除，透过了你的精进跟修持哦，要很快的马上的把它丢掉。你要有这样子的这种急迫性跟的感受来做实修。米值多杰这样子提到。那么米值多杰对别人的告诫是这样子，而他自己的修持，他自己又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么有些人是说，有一个人死了，比如说一个叫扎西的人，他死了。那么很多人会说，哦，那个人死了，他大概也从恶道中出离了，他大概呢也得到了后来投为这个转轮圣王去了。大概有人这样子去跟米值多杰这样讲，这就是他会跟米值多杰说，哦，我的亲人死亡之后，然后传统就会去这个上师啊，或一些这种卜卦师前面去问嘛。那就会问说啊，他死亡，我的亲人死了之后投生到哪里去了？会跟上师或这些人说，那请告诉我他投生到哪里？那有些上师就会装着说，哦，闭着眼睛就开始去装的有点神通的样子，就说哦，那你多念几万遍的六字大明咒，那也供养我一点吧，那我就会也为他回向，没问题的。这上师代就会这样讲，装模作样的话。然后几个月之后呢，这个人又来了，他就说：“哦，您说的我都做了，供养，然后这个持咒也做完了。那如果这个上师还是想要再多贪一些的话，他可能就说：哦，可能还是不行，这个供养要再多一点。但如果这个上师觉得说，哎，这个人看他也没什么好这个好说了，他也没什么钱，那搞不好还不如找其他人，找其他施主去。所以这上师可能就会骗他说啊，这个随口对他说，搞不好你这个亲人已经投身到转轮圣王，或者投身到莲花当中化身之类的。总之，反正就是当时代就是有这样子跟米值多杰这样子说。当时米值多杰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一个人无法根除我见的这种恶疾这种疾病的话，他的确还是能从恶道中解脱出来1-2次吧，但是这可不是就近的解脱，还是没有办法从轮回当中真的解脱出来。同样呢，一些故事当中提到米值多杰听到或真的看到很多那些因为饥饿而受苦的人，比如说没有东西吃的人，或者说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总之很贫困的这些人，或者有人这样子跟他说他现在的情况很糟糕等等很痛苦，报告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好像有一种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的这种同理心。然后之后当他听到说，哎呀，之前跟他说很痛苦的那个人他远离了痛苦了，他好一些的时候，他就会说啊，现在是解脱了。但是呢，这种解脱算是真的解脱吗？他未来可能还是要继续投身恶道，领受更无量的长时间的痛苦。他就说，当他想到这里真的是担心到这个有没有像心火攻心一样就是头昏啊、头晕，甚至身体都不舒服。米值多杰这样说。所以就是米值多杰的一些弟子有做这样的一些记载。
还有的一些时候呢，米居多杰他会问，之前呢某某人有什么消息吗？那个被问的人，他当然也没有马上，他就回答说啊，没什么消息。这时候法王就说，我们难道没有感受到，没有？难道我们不知道一切众生是沉沦在这个痛苦的大海中吗？总之，他是很担忧的。他甚至米之最还说，如果没有从轮回当中彻底处理哦，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呢，这里并不是说米之多杰他畏惧这种轮回的痛苦，然后感到一种无可奈何哦，他不是的，就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的。他是对轮回的痛苦等等是有这种畏惧的，同时呢，他也告诉别人，这个轮回的痛苦呢，是他也关注别人、其他人在轮回当中的痛苦哦。举例来说，我们又是这样，很多时候是，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变得无可奈何，自己也很痛苦，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晚上也睡不着，然后茶不思饭不想，会变成这样，并不是这样的。米觉多杰畏惧轮回痛苦，并不是像这样子无可奈何的，不是的，而是他非常积极的去找寻处理痛苦的方法是什么。他从佛经当中、佛陀的教法当中去看，就知道说，四谛法门的这些内容，尤其要具备了悟这种四谛两种无我空的这样的智慧。有这样子的这种具备正悟两种无我空性智慧的这种见修行的这样子的修持，然后日夜不停的这样子的精进去修，米居多杰是这样在做。同时呢，他也会对一些人呢要这样子去修四谛，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说，还有一些人的做法是说什么呢？总是为了，很多人会说我这个福气不够啊，就算他有一个好的房子，但是就算他有了房子，但这个房子总会漏水好了。比如说他也有车子，但这个车子总是有问题，或者他也有这个婚姻，但是婚姻总是不太顺，我们会说他没有福气，所以就说他这个福气不够，或者还有痛苦的时候呢，会没有办法面对，所以很多人会说学佛呢，就是为了能够想得起这种福，或者说能够经得起这种痛苦而修持。然后还有一些上师会对弟子说，没有关系啊，你不用害怕这个轮回的痛苦，轮回没什么事，一切显现皆是法身的化现，法身的游戏显现。所以呢，你只要不放逸的安住在这些错乱显象上就好啊。那个错乱在哪里啊？你就安住在那里，不需要想太多，根本不用担心。就这样子安住坐着。还有些人呢，弟子觉得说这样子这样说还不够。然后还有些人呢，会热烈的想要去闻思修我，
但是呢，他文思修的这个动机跟目的是为了今生，就像刚刚谈到，是为了今生的培福啊、福气啊，或者等等。那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像看起来很精进、很热烈的在努力的在文思修，但是都只是为了今生的一些目的哦。米居多杰说，这样子的文思修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文思修最主要的目的是处理轮回，得证佛果，不是为了得到今生的这种享福。事实上，为了今生，你也不需要文思修嘛，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也都可以帮助你达到此生的目的嘛。总之呢，米居多杰他知道这些都是错误的一种行为，颠倒的行为，所以因此他舍弃了这些作为。那么这一段主要就是简略提到说一个中士夫的一个修持的内容。那么至于上士夫的这些内容的话，因为后面的妙行，现在我们讲了8个妙行，但是从第9个妙行开始，到后面的大部分的妙行都是大乘的上士夫的一个妙行。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这一次课程大概没办法把所有妙行都讲完。为什么这一次可能讲不完呢？因为大部分还是要做些解释哦。如果只是这样念过去，可不行。不然就前面几堂课就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多，但后面变得是念过去，这样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所以如果是这个头重脚轻的话，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呢，总之这一次就尽力的多做一些解释，然后就看课程讲到哪里，然后之后明年再把没有讲完的部分讲完吧。不然呢，太勉强啊，要把它讲完的话，我觉得这个内容也不会太好，自己身体可能也不堪负荷。那么，所以今天呢，就主要讲到第7跟第8个颂文的妙行，提到蛮多这个吃素的部分。那么，一般来说，米居多杰的时候，为什么要断肉吃素？前几天大概也有谈到过，有很多原因，我自己也觉得是有很多原因的。一方面来说是噶千大营，从前几世噶玛巴的时候就已经禁止这个把肉跟酒带到大营去。那么禁止的一些原因，那么我想在讲噶千大营的时候再多说一些，今天就不多说。总之呢，从过去历代噶玛巴的时候就有这个禁肉禁酒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为什么米居多杰他也倡导吃素。再第二个原因是米居多杰他很小的时候，也就是他那时候被说是噶玛巴要然后做身坐，但是呢他其实也并没有实际的这个权利的，因为当时年纪小，他的权利都被噶千的那些大人物所掌控了。之前也有提到过，当时噶千的那所谓的大人物呢，总之呢就是落入到了一个女生的手中了，这上次有提过。所以呢那时候就没有章法了嘛，
所以就是所有的供养的这些牲畜，他们大营的人就把它杀了宰来吃。所以他很小的时候，还记得上次有提到啊，很多人说他的周围的人就跟他说，我们要做会供哦，会供哦。如果会供当中有这样一大头羊煮来吃，煮来供，这样可以吗？那米觉多杰也说，这样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从米觉多杰小的时候开始，他身边的人，也就是噶千大营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主事者，其实就开始没有章法，然后甚至这些吃肉啊、喝酒的一些情况。那么到之后，米觉多杰稍微有些权力了，稍微能够主事了，那么才很清楚的、严厉的禁止了这些吃肉喝酒的情况。那么各位佛学院的学生应该看过米觉多杰的律典的注释，里面有提到很多。那么甚至在这个噶举道歌海法会上的时候，连贡品上都不可以放有肉，所以是很严厉的。然而不仅是噶千大营当中不准吃肉，甚至米觉多杰也对于全体的西藏呢，全西藏他都广大的提倡要吃素。所以在一个教言当中，就有提到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教令啊，就是说这种做一个宣传的一个教令当中，就有提到说，但到目前我还没有拿到这个教令。总之，教令当中就提到说，公布的一个公文当中就提到说，全民都不要吃肉。那总之以后如果拿到这个公告、这个教言，我们就知道说，哦，这里面记载正是不只是噶千大营中这个断肉，它同时也很广大的提倡全境啊，全部的西藏都不要吃肉。所以这部分我想在噶千大营讲到那部分的时候再多讲一些。那米觉多杰当中讲到他的相关内容当中，总会提到噶千大营，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噶千大营了，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因为之前有些人跟我这样子说，就是你讲了这么多噶千大营，但是呢，所以总之呢，我就想说要讲一下噶千大营，但是没那么容易，因为呢，噶千大营相关的一些这些文字记载呢，是散落在不同的这些文献或者说不同的教言当中。但我想可能明天讲吧。总之，如果明天再不讲的话，那我真的就不是人了，我是只狗喽。所以可能还是要这个多这个叫什么？总之呢，明天希望多说一些噶千大营，但是不是能说的如我所愿的那样子跟大家讲这个噶千大营？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噶千大营要讲哦，主要就是因为它跟米觉多杰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那么这个噶千它是怎么形成的？之后噶千大营存在的，还有它兴盛的过程的各种的缘起哦，各种当时的一些发生，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其实这等于是知道了过去历代噶玛巴的一些特殊的行义跟功德，所以必须要讲一下噶千大营的。
好，我想今天大概就是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做课诵。